大家好啊，又係我香港人在福岡嘅社長 Benjamin。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客人都會問嘅問題：買福岡物業到底應該選擇全新物業定係中古物業？表面上呢個好似只係新同舊嘅比較，但如果用宅建市同不動產實務角度去睇，真正要比較嘅其實唔係樓齡，而係同一筆資金可以點樣運用。今日我唔係想話邊一種物業一定好，而係想分享一個好多海外置業人士容易忽略嘅觀念。同一筆資金用唔同方法安排，最後得到嘅居住體驗、現金流結構同長期資產累積效果可以完全唔同。有人買物業係為咗自住、移住生活安排，或者短期停留時自用；亦有人買物業主要係為咗出租、建立現金流同長期累積資產。用途唔同，判斷標準自然唔同。如果係自住、移住生活安排，或者短期停留時自用，居住舒適度、設備新淨、生活感受同安心感會變得好重要。但如果係出租投資，就唔可以只問自己中唔中意間屋，更加要問租客會唔會租，租金合唔合理，持有成本有幾多，以及每一筆投入資金可以產生幾多租金收入。所以我哋幫客人分析福岡物業，第一步唔係問全新物業好定係中古物業好，而係先問呢個生活圈本身適唔適合居住同出租。福岡市本身已經係九州最大城市，人口、交通、商業同生活機能都集中喺市內。根據福岡市官方截至2026年7月1日嘅推計人口，福岡市人口已經超過167萬人。如果再睇7個行政區，東區大約34萬2千人，南區大約27萬1千人，博多區大約26萬6千人，祖良區大約22萬5千人，中央區大約21萬6千人，西區大約21萬3千人，城南區大約13萬4千人。所以有買開福岡市物業嘅業主，其實已經好少會再問人口夠唔夠支撐需求。識福岡嘅人都知道，福岡人口一直係增長中，本身已經係人口集中嘅城市。真正要睇嘅係單位所在嘅生活圈，交通方唔方便，附近有冇日常配套，租客返工返學容唔容易，以及租金水平合唔合理。好多海外客人認識福岡，通常都係由天神、博多、JR 博多站、福岡機場、運河城呢幾個地方開始。呢個好正常，因為呢啲都係旅客最容易接觸到嘅福岡。但買物業，尤其係買出租物業，唔可以只用旅客視角去睇。旅客會問：去天神方唔方便？去博多方唔方便？附近有冇大型商場？但本地租客會更加實際，佢哋會睇返工返學方唔方便？附近有冇超市、便利店、餐廳、醫療同銀行？日常生活係咪容易？所以福岡買物業唔係只睇知名地標，而係要睇生活圈本身成唔成立。一個地方未必係旅客最熟悉，但如果交通方便、生活配套完整、租金水平合理，對本地租客嚟講，反而可以係好實用嘅居住選擇。今日我哋就用福岡市中央區藥苑生活圈做例子。我哋唔公開具體物業名稱，因為重點唔係推介個別單位，而係希望大家睇清楚全新物業同中古物業代表兩種點樣嘅資金運用方式。藥苑、平美、白金呢一帶並唔只係地圖上接近天神或者博多咁簡單。對本地租客嚟講，呢度有地鐵、西鐵、巴士、超市、餐廳、醫療同日常生活配套，所以無論全新物業定中古物業，生活圈本身成立先有分析價值。先講全新物業，今次參考嘅全新物業位於福岡市中央區平美一丁目一帶，屬於藥苑生活圈，距離地下鐵藥苑站大約步行6分鐘，距離西鐵藥苑站大約步行7分鐘。呢個係2026年新築住宅項目，參考單位係一房一廳，面積大約43.9平方米，售價大約5680萬日元。如果假設每月租金大約14萬4千日元，一年租金收入大約係173萬日元，用一年租金收入除以售價，表面回報大約係3厘左右。呢個只係未扣除成本之前嘅表面回報。業主持有日本公寓，每月通常要交大廈管理費同修繕積立金。修繕積立金日文同樣稱為修繕積立金，可以理解為大廈長期維修基金，主要用作將來大廈公共部分嘅維修工程。另外，業主亦要考慮固定資產稅、出租管理費以及出租期間可能出現嘅一般支出，所以扣除成本之後，實際回報一定會低過表面回報。不過，全新物業嘅價值唔可以只用租金回報去衡量。全新物業設備較新，設計較新，居住舒適度通常比較高。買入初期嘅管理亦相對簡單。如果客人重視自住、移住生活安排，短期停留時自用，或者希望持有初期比較省心，
全新物業有佢嘅合理價值。簡單講，買全新物業買嘅唔只係租金收入，同時亦包括居住質素、設備新淨程度、安心感同管理簡單度。但如果主要目標係出租同建立現金流，就要再計深一層，因為5680萬日元係集中喺一個單位入面。如果租客退租、單位空置或者室內需要進行工程，嗰段時間嘅租金收入就可能暫停。呢個唔係話全新物業唔好，而係資金集中本身就有集中型配置嘅特性。再講中古物業，今次參考嘅中古物業同樣位於福岡市中央區藥丸生活圈，位置大約係中央區白金一丁目一帶，距離藥丸站步行數分鐘。參考單位面積大約22至23平方米。喺福岡中古市場入面，90年代物業其實係好常見嘅類型。我哋自己管理同處理過嘅物業，由全新物業、2000年代物業、90年代物業到更早期嘅中古物業都有。當中90年代物業亦係我哋實務上接觸得比較多嘅類型之一，所以我哋唔會單純用樓齡判斷，而係會睇生活圈、租金水平、大廈管理、室內設備以及日後出租操作是否合理。今次我哋唔採用網上估算租金，而係用近期實際接觸嘅個案作參考。單位售價大約900萬日元，每月租金大約5萬日元，一年租金收入大約60萬日元。用一年租金收入除以售價，表面回報大約係6厘半以上，接近7厘。同樣呢個都係未扣除管理費、修繕積立金、固定資產稅同出租管理成本之前嘅表面回報。而且呢個只係一個實際個案，唔代表所有中古物業都一定有相同價錢、租金或者回報。正式分析時，仍然要按照個別單位嘅位置、樓層、租約、大廈管理以及實際出租情況重新計算。將兩個例子放埋一齊，就會見到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全新物業面積大約係中古物業2倍，但價錢就係中古物業6倍以上。租金方面，全新物業月租大約14萬4千日元，中古物業月租大約5萬日元，即係全新物業嘅租金接近中古物業3倍，但售價就超過6倍。呢個就係資金效率嘅分別。投資物業唔一定係比較邊個租金高，而係比較每一筆投入資金可以產生幾多租金收入。全新物業面積較大，設備較新，租金較高，完全合理。但售價增加嘅幅度未必會同租金增加嘅幅度同步。所以真正成熟嘅置業思維唔係只問邊個單位租金高啲，而係要問為咗增加呢部分租金，我需要額外投入幾多本金。從資產配置角度睇，全新物業同中古物業其實代表兩種唔同嘅資金運用方法。全新物業比較似集中型配置，資金集中喺一個較新、較舒適、管理相對簡單嘅單位入面。中古物業就比較似分散型配置，同一筆資金有機會分配到幾個較細銀碼嘅物業，形成多個租金來源。兩種方法冇絕對對錯，重點係你要知道自己買樓嘅目的係重視居住質素、安心感同簡單管理，定係重視租金收入、資金效率同長期資產累積。講到中古物業，好多人會擔心維修問題。從實務角度，呢個考慮係合理嘅，但唔需要過度放大。中古物業要有合理維修預算同清楚管理安排，但唔代表買入之後即刻要全屋更換設備。以我哋管理幾百個出租單位嘅經驗，中古物業一般都係按照實際情況處理。有問題時，租客會通知管理公司，之後由管理團隊確認情況，安排業者檢查，再同業主確認處理方法同費用。重點唔係預設所有設備都會即刻出問題，而係買入之前知道日後有機會出現維修支出，買入之後有管理團隊、有報價、有記錄、有程序去跟進。所以今次我哋主要係做資金配置比較，維修唔需要講到太複雜。正確思維係維修成本要知道，流動資金要保留，但唔需要一開始就將所有可能支出全部鎖死。除咗日後可能出現嘅維修，買入物業時亦要計算一次性費用，例如中介費、物業登記相關費用、印花相關費用、不動產取得稅，以及交收時按日分攤嘅固定資產稅、管理費同修繕積立金等。不動產取得稅係買入物業之後一次性繳交嘅稅項，並唔係每年都要重複繳交。不過用不動產實務角度去睇，唔應該隨便用一個固定數字概括所有買入費用。以一個售價大約900萬日元嘅中古單位為例，樓價以外當然要另計相關諸費用，但實際金額要按照每個物業嘅固定資產評價額、登記內容、交收日期以及具體交易條件去計算。換句話講，買樓唔可以只睇樓價本身，
但亦唔應該未計清楚就假設成本一定好高。比較務實嘅做法係先以樓價作基準，再由宅建士同相關專業人士按照實際物業資料整理買入時住費用、每月持有成本以及出租後可能出現嘅管理支出。咁如果客人有5680萬日元，可以點樣運用呢？一個方向係集中買入一個全新物業，管理比較簡單，設備較新，適合重視自住、移住生活安排、居住質素同初期安心感嘅客人。另一個方向就係按照自己嘅需要，將資金分散安排到幾個中古物業。以今次參考嘅中古單位為例，樓價大約900萬日元，即使加上買入時相關諸費用，單一中古單位所需要嘅資金仍然遠低過一個5680萬日元嘅全新物業。呢個唔係話一定要買幾多個單位，而係想講同一筆資金集中買一個全新物業，同分散安排到幾個中古物業，會形成完全不同嘅現金流來源同資產結構。如果每個中古單位月租大約5萬日元，幾個單位加埋，租金來源自然會比單一單位分散。其中一個單位退租或者需要維修時，其餘單位仍然有機會繼續收租。呢個就係集中型配置同分散型配置之間最核心嘅分別。當然，單位數量增加，管理工作亦會增加，租約、退租、招租、維修同每月收支都需要有人跟進。呢個亦係點解在地管理團隊嘅經驗咁重要。我哋平時管理幾百個物業單位，其實好少會同客人講呢間一定要買。我哋反而會問呢間物業究竟適唔適合你嘅用途、資金安排同長期計劃。我哋日常面對嘅亦唔只係收租，仲包括租客溝通、退租檢查、招租安排、設備維修、業者報價、業主確認以及每月收支管理。對業主嚟講，真正重要嘅唔係幻想物業永遠冇問題，而係當問題出現時，有冇一套清楚程序，有冇記錄，以及有冇人幫手判斷點樣先係合理處理方法。真正成熟嘅置業思維，亦唔係只問呢間樓有幾多厘回報，而係要問呢個物業扣除成本之後，能唔能夠長期產生穩定現金流，而呢筆現金流將來又能唔能夠成為下一步資產安排嘅基礎。每月租金收入扣除大廈管理費、修繕積立金、出租管理費、固定資產稅預留以及一般持有成本之後，剩低嘅部分先係真正可以滾存嘅淨租金收入。如果呢筆淨租金收入可以長期累積，日後就可以用嚟應付退租復修、設備維修、空置預備，甚至成為下一次置業嘅再投資原資。財務學上有一個概念叫資產累積，當租金收入可以持續滾存，再將累積落嚟嘅資金投入下一項能夠產生現金流嘅資產，長遠就有機會形成接近複利嘅累積效果。當然，呢個唔係保證回報，亦唔係話買咗物業就一定會自動增值。真正關鍵係買入前計清楚成本，買入後有穩定管理，再配合時間慢慢累積。所以我哋強調嘅唔係叫客人買得越多越好，更加唔係話中古物業一定好過全新物業。真正要做嘅係按照客人嘅用途、資金安排同風險承受能力，決定集中買一個全新物業，定係分散安排幾個中古物業。如果客人重視生活質素、長期自用、設備新淨同較少管理壓力，全新物業仍然係好合理嘅選擇。如果客人重視租金回報、分散現金流來源同長期資產累積，中古物業組合亦可以係一種值得研究嘅方向。重點唔係邊一種一定好，而係邊一種更加適合自己。最後總結，今日呢條片唔係想簡單講全新物業一定好，或者中古物業一定抵，而係希望大家建立一個更清楚嘅資產配置思維。買樓首先要睇生活圈，再睇物業新舊。真正要比較嘅係資金可以點樣運用，而唔係單純比較樓齡。租金現金流如果可以長期累積，亦有機會支持下一步資產安排。今日參考嘅全新物業位於藥苑生活圈，面積大約43.9平方米，售價大約5680萬日元，月租假設大約144000日元，表面回報大約3厘左右。中古物業例子就係同一生活圈內嘅90年代物業，面積大約22至23平方米，售價大約900萬日元，月租大約5萬日元，表面回報大約6厘半以上，接近7厘。兩者嘅面積、用途、租客定位同物業性質都唔一樣，所以唔可以當成完全相同規格直接比較。真正重要嘅唔係選擇最平，亦唔係選擇最新，而係選擇最符合自己資金用途、人生安排同長期目標嘅資金運用方式。我哋真正提供嘅亦唔單止係買樓服務，而係將多年福岡在地買賣、出租同管理經驗放入每一次分析入面，
協助客人建立一套適合自己嘅日本物業配置方法。作為一隊喺福岡紮根第8年，目前管理緊約400個物業單位嘅在地持牌團隊，我哋一直相信真正嘅安心來自清楚交代同做事有程序。我哋以香港人嘅清晰同效率，配合日本在地對規矩同紀錄嘅重視，陪業主穩妥處理每一步。為咗令管理更透明、更易查證，我哋全面採用電子化管理模式，主要由3個部分組成：業主專屬租管系統、WhatsApp 管理群組同 Google Drive 雲端文件備份。業主可以隨時登入系統，查閱同下載每月收支結單，重要文件同溝通記錄亦會雲端備份，方便日後核對同追溯。而管理群組則會喺辦公時間內就單位事務作即時通報，令資訊流轉更快、更清楚。如果你對日本文化同福岡生活有興趣，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香港人在福岡。如果你有任何關於移居福岡、旅居自住、買樓收租或者物業管理嘅疑問，隨時 WhatsApp 聯絡我哋。我哋下次見，拜拜。